來繼續來講，科技執法即賣是真普遍，但是所發生這款的代誌，都是駕駛人為着要讓救護車先行，只好衝過紅燈，或者是超線停車，轉互科技執法翕相罰款。都是因為安尼，所以即賣有袂少駕駛人無愛讓路，結果救護車卡佇個車陣當中，進退無路。救護車急要將患者送到病院，卻叫頭前擋紅燈的車輛擋條例會駛袂過。道上邊仔着急的民眾持喇叭提醒，不過車陣嘛是袂頂袂動，互駕駛唔敢動的原因，就是因為頭前路口有科技執法。代誌就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區，救護車叫擋4分鐘，那同款的過路含醫療影響，哪一件？一台白色轎車報告後壁救護車的聲音咧彈，佇咧停止線頭前擋10秒，才慢慢啊駛回正平。會出現這個情形，因為頭前同款是科技執法的路口，嘛有民眾講，這真正互人丟真久，不過人命關天。應該不會跑，被罰就算了，不讓也會被罰，不是嗎？我會讓，救護車很重要，那個傷患的那個很急迫性，應該要馬上要讓開，生命無價的。雖然罰單會當申訴，不過民眾講，收到罰單通常是1個月後，若是家己無準備行車記錄器或者是保留影像，就派洗清冤屈。那科技執法的設備自動偵測到敢若違規行為，會閣經過2擺人工複審，才袂過判。未來如救護車輛於科技執法偵測範圍前後3分鐘內有違規案件遭系統偵測，將列為警示案件。由審核人員進一步確認是否屬於禮讓救護車情形。若無依法先讓救護車過，相當會扣罰3萬，含吊銷駕照、告擺照。警察講，讓救護車是正當的行為，駕駛人唔免驚扣處罰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